再来看这中华花坛清洁队呢，即马是当咧整修，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，互民众来等粪扫。也毋过即马是开始规定讲12月24进前，敢若会开放拜一到拜六尔。也毋过所有民众呢是无咧插这个规定，继续来乌白等粪扫。公所是呼吁民众爱有公德心。 清洁队大门明明都无开，但是所有人直接甲粪扫等伫清洁队门口贴甲强要比门较悬。清洁队员发现了后，赶紧加班处理，就惊粪扫会愈贴愈悬。安尼乱弹粪扫的行为，嘛，互其他的民众看袂落去，认为伤无公德心。觉得很没公德心，已经很方便了。就要照规定行啦，要配合啦。遮等粪扫敢有方便？当然好啊，当然方便啦。中华关花坛乡的清洁队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，互民众等粪扫，但是因为当咧进行整修工程，为10月24到12月24这段时间，收粪扫的时间敢若开放拜一到拜六，透早6点到暗时7点。公所嘛呼吁民众整修期间请配合时间等粪扫。我们在计划里面都有公告，让民众来周知。 希望民众能够体谅，因为这个整修是必要，要求厂商这个施工期限要压短，我们也有在努力啊。花坛乡公所表示，乡内原本就有定时定点的粪扫车咧收粪扫，开放清洁队是为着互上班的民众方便等粪扫。即便因为整修工程调整开放时间，请民众配合体谅，爱有公德心，千万唔通乱等粪扫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